新闻现场，手路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凉的。头家娘张秋兰，伊前后拢总用2年的时间来研究，上尾呢才成功来做出着手工的豆腐脆。食起来不亲像是豆花，又搁亲像是布丁哦，绵绵又搁有淡薄仔 QQ， 搁再配上家己所喷的糖水加配料，真好食。嘛，互不少人客来店内拢指定讲要食这款的边。你好，请问要吃什么？那个原味豆腐啦。真受欢迎原味的豆腐脆，伫咧炎热的热天来个食一碗，真正是心凉鼻透开。这间专门咧卖手工豆腐脆的店家，就伫咧桃园的大溪老街仔顶悬，就算讲毋是假日，来吃的人客嘛是安尼叉。吃起来就很像那个布丁，但又不像布丁，它口感绵密又有点 Q， 然后又有带点豆香味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就是来逛老街的话，就会来这边吃，软 Q 蜜，很好吃，吃了你会想再来吃。这落互人食了，阁想要食的手工豆腐脆，伊品质的要求真点甜，要求逐工就爱现做的。现下的豆奶落鼎落去煮，哪煮搁爱哪拉，滚了后，才搁甲掺这个菜燕粉落去甲夹，安尼就通准备起鼎咯。趁热车道，然后我一定要到10分嘛，因为它等一下凝固的时候，它会缩掉，会变得比较少。时间甲了，准甲倒入去模仔内底，安尼才袂去影响到豆腐脆的结冻。这当阵搁爱用冷水来甲降温，让它迅速冷却。甲冰水甲倒入去底盘内底。互伊口感食着搁较好，食着搁较 Q 身。豆腐让你要黑芝麻是不是？不然用微冰好不好？不管是伫咧外场招呼人客，还是伫咧内场来做这个豆腐脆，头家娘张秋兰，逐项代志拢家己来。伊开业10多年，一直拢真面钱咧做。伊想着创业的初期，简单卖豆花，因为伫咧这个大溪老街仔顶悬这款店伤过济。所以才互伊有创新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说，我做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我要跟大溪豆干很有名，我要跟大溪的东西是结合的，产业结合，豆干豆芽很多，但是又要创新，不要跟别人一样。伊想要和众人无同，才会做出这款手工的豆腐脆。就算讲已经研发出这款新产品，不过伫咧头起生的2年，伊的生意要是无偌好，伊下定决心要甲做好。张秋兰带因店内资深的员工跟营宣2个人做伙来拍拼，因逐工拢咧试做豆腐脆，开2年时间，总算成功去掠到美角咯。整个都在厨房后面超热，然后就一直流汗，然后每天都觉得好热好热，但是就是还是要撑下去。这是一个个人自己的肯定就是说这几项代志你都要做个成功，我觉得那才是重点。甚至有客人从高雄来说，你的物件吼，没有人可以模仿。模仿不起来。伊家己真用心，嘛受到人客的肯定。张秋兰真感动。本来伊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即卖伊提起勇气，伫咧半老的时阵来创造事业，靠这落出色的手工豆腐脆，热销10多年，安尼嘛，互伊找到人生的新出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